好鍾意春彩手鐲，但係去到市場又好難揾到啱自己圈口嘅姊妹，咁一定要嚟漣漪呢度睇下啦。我不顧一切，將一生青春犧牲給我光輝。呢塊板料長近乎1米，寬47，屬於好正宗嘅莫灣機長口料，整體顏色過渡得特別自然，其中仲帶住一抹金絲羊綠，真係夠晒特色。佢可以做春彩，又可以做飄綠同紫羅蘭，一手貨源，現壓現賣，唔使怕貴。而且無論你係要貴妃或者係正圈，我都可以滿足。我已經規劃咗57條手鐲位出嚟啦，有啲已經俾識貨嘅姊妹買走咗啦。因為佢係莫灣機長口，係可以翻種翻色噶。漣漪做咗咁多年翡翠手鐲批發，眼光肯定唔會差噶。而家我就攞去加工一條出嚟，俾你哋睇下翻種翻色嘅效果先。我壓完出嚟就同各位姊妹安排啦。如果你都中意呢種手鐲嘅，就留個圈口俾我啦。Later。天青色到煙雲，隨月海上下，燈火中照伊人。